对啊，这大家平安。伫今早起，咱欢喜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伊。咱即马来串联今日要用的诗歌，咱先看信息第246首，信息第246首，上帝听他赢过一切。咱来用第1节甲第3节。 上帝听他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定愿卑微心内献出你极大仁爱，求主你是主庇怜悯。 听我喊顺境，将你救恩只是感恩，今日我行兄的心。来第3节，求你定心做完信心，清气无点无条明。 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向来亲近。互阮因根固在因根，直到阮今日路远。风的面流地主面前。 路情何因无停？这边来小讲一下，就是咱今仔日的上音改做车间诗，就是因这246首的第3节，246首的第3节，因第3节就好啊。这换做车间诗，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即摆来看第2首，信息第124首，信息第124首。第用的大神我来看，咱来看一下歌词哦。咱来看第3节，第3节伫个中就是主大神领去加利利，主大神领去加利利。 然后第5节，咱来看正边迄顶头的歌词。第5节，伊拢无信心，心肯压抑；伊拢无信心肯压抑，心肯压抑哦。啊？哦，可是那个。 罗马字下面，你看第5节，下面它这边罗马字心肯摇移啊，心肯摇移，所以这个歌词是心肯摇移哦。啊，第6节，我脚我手伤痕伫地，伤痕伫地。哦，咱歌词就是这爱注意啊。咱唱的时阵，第1节就是唱。 顶头哈利路亚开始，对第2节开始拢是对咱来看第2谱表顶头的 S 遐，对遐开始，第2节开始就是对遐开始，唱到第8节，哦，咱即马来用第1节甲第3节、第5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今日就来应许，天顶对我今日。
过去，看呀细细因更心灵。哈利路，来第三集。天使出现，可以看见，因更灿烂，对伊讲起，主带心灵去加利利。第五集，多玛对听着的事，伊拢无心，心肯要伊，后来主公出现之时，咱较安尼唱哦，啊，对，来今日的信息就传恁到遮，咱将咱的手机啊关做震动，也是关起来。请备办心来准备礼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但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信诗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信诗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会众请起立。Thank you.
咱徛伫同齐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创天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阮中彼拉多历代受苦，顶死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做伫全日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教读启应文第23篇。伫信息后壁面，第35面。启应文第23篇，我来启，恁来。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予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出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咱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同心来祈祷。听我阿爸爸上帝，伫个月节了后第一日的主日，进行这大家来召记你的面。阮深深感谢你，伫顶礼拜，阮透过圣歌队甲社青所备办的诗歌、甲诗句，阮搁一摆亲目睭看到，上帝你为着赎回阮，差遣你的都是囝耶稣。互阮受死定伫十字架顶，忍受极大的痛苦。主啊，阮真正深深感谢你。上帝疼世间人，你的慈爱永远无改变。因为耶稣有告我，所以阮有活命毋亡，无搁受到死亡的捆绑。阮拢是有受拣选、真正有福气的人，会当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敬拜。领受上帝话甲祝福，这实在是大大的恩典。主啊，纵使阮搁活伫这个世上，只是阮心恬静，回首阮平常日的生活。现今阮所面对的生活，毋管是工作、家庭，也是教会，阮因为别人的需要，看起家己的责任，阮需要去承担。去服侍，
总是逐项的挑战甲压力，有时会互阮真正袂喘气，会真忝，甚至想要放弃。魔鬼也趁这时阵攻击阮的心。求主帮助阮，互阮将一切重担交托互上帝来掌管，放下阮心内一切忧虑甲忧愁。阮只有仰望主耶稣，恳求主将咱调调，安慰阮。阮较无伫上帝内面得到平安，重新得到力量来继续跑走天路。上帝啊，阮真正需要你，阮需要耶稣做阮性命的主。只是恳求你亲自进入阮的中间，用你的疼安慰阮的心，用你的信实坚固阮的脚步。阮每一日拢会经历到你的慈爱甲信实。愿主伫遮设立你的宝座，干纳阮的敬拜甲懊恼。阮的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懊恼对大所在吟诗唱歌，请信歌队。上帝大疼痛赢过一切，疼痛永远伫地。哈利路亚！对大所在来唱歌，感谢圣歌队水的歌声。这是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5章第27节到32节。
使徒行传第5章第27节对32节，请听我来读。因带使徒入来，互因徛伫机会面前，大祭司就甲因审问，讲：阮有严严禁止，你毋通奉即个名教世人。恁颠倒将即个道理传遍耶路撒冷，想要将留即个人的血责任归互阮。彼得甲其他的使徒应讲：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恁互伊定时伫世界顶的耶稣，咱祖先的上帝有互伊国活。即位耶稣，上帝高举伊做伫家己的正名，做首领，做救主，读互以色列人悔改，做得着赦免。阮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上帝赐予顺服伊个人的信心，嘛为着遮个代志做证明。进度不离不传的消息，时间交互王博宪传道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听到我的声吼，有吼，有吼，好好，多谢。歹势吼，我讲道的时阵会含恁有真侪对话的时间，所以请恁大家即时莫困去吼。我若有问题，大家踊跃发言。等者中昼爱餐就当加食2碗。吼，麻烦大家，要亲近上帝话的大声，咱先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伫礼拜日，搁活节过了，下即礼拜日，咱做伙来敬拜学到你。求你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喙，互我所传讲的合伫你的心里。将你聪明的智慧放伫阮每一个人心中，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奥妙。求你帮助阮，求你的圣心即是陪伴阮。因你献就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真多谢咱教会接纳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到遮，列位兄弟姊妹来请安。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一个学生的机构。互使真侪的少年人，咱伫台湾已经有60几冬的时间，互使真侪少年人成做教会的领袖，成做教会的牧者，成做教会真好的同工。邀请大家继续用奉献的方法来支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总是我足无爱叫人奉献的。有人就目睭紧紧讲，即个团队讲无爱叫人奉献是安那？因为足奇怪啊！我一个人，大家也和我无熟悉，咱遮可能甲姊妹牧师我有熟悉尔。一个团队来到遮，就叫我钱包摕出来，钱爱摕出来，放伫奉献袋啊，安足奇怪。我大概到每一间教会来请安的时阵，我拢向大家讲，奉献毋是上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机构是上帝起造的机构。上帝家己会顾，总是这个机构绝对需要大家的祈祷。请各位兄弟为着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事工来祈祷。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工真重要，但是咱的教会，我毋是讲建成教会啦，我讲规个教会其实无遐尔重视大专学生的事工。伫每一个台北大学内底，拢有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团契。叫做中青团契，中青团契听起来介成是迄老人要讲打槌球的团契吼，毋是，中青团契是长老教会青年团契，所以应该叫长青啦。但长青听起来怪怪，介成一个人伫遐伫长，所以拢讲中青团契、长青团契。邀请大家，你若是台大毕业，咱就永暗一年52个礼拜，有一个礼拜的暗时要困之前，你为着你的母校来祈祷。若是讲我毋是读大学要安那？恁囝恁孙，你隔壁阿华因孙读倒一个学校，你着替迄个学校的中青团契来祈祷，恳求上帝会当帮助迄个团契辅导，引出遐个学生有机会认捌信仰，伫信仰的群体中间。
做伙来成长。总是吼，若是要奉献嘛袂歹啦吼。你若感觉讲你真有感动大专的事工，请你等者用你的金钱来继续支持即种的事工，即种真重要的事工。总是咱袂使讲安尼，我讲了啊，讲了奉献代志，我着阿妹下班啊，袂使。咱嘛是爱看今日经文，敢有引出咱每一个人搁较认捌上帝。今日经文一开始，你有看到一个情景，这情景看起来，该像伫个法庭的中间对无？要开庭啊！伊讲是议会，咱想象伫迄当时，伊个议会是包括行政、包括司法、包括种种的功能。伫耶路撒冷的这个议会中间，伊真有权力，差不多就会当处理以色列人所有的内政的问题，包括宗教啊、政治啊、司法啊，啊是讲吼，你和隔壁相过，你偷摕别人的盐，你偷摕别人的豆油，嘛是去议会和人相过。咱会当想象，这个议会好亲像安那，好亲像电视剧内底所讲的包青天、包大人、开封府，还有了解无？开封府内底的包大人，毋是干爱去管司法哦。开封府的包大人嘛是爱管，爱管迄水沟有清无，嘛爱管啥？爱交通有问题无？这是较早真济的国家拢有即种的做法，就是一个行政官，还是一个议会管所有的代志。所以来继续看经文，咱介先看到两阵的主角，一阵是啥物人？这个是一个无要插我的教会。一阵人是啥物人？是啥？速度嘛，速度。另外一阵人呢？祭司啊，还是啥物撒都该人对无？有两阵的人。啥物人你看起来是好人？速度嘛，对无？这故事内底若是法利赛人，若是议会是好人，咱圣经定写好人是啥？速度，安尼歹人呢？祭司通常拢是歹人。大概我伫教会内底问即款问题吼，我拢足惊下骹人。我问讲，啥物人是好人？就有人讲耶稣，嘛爱看经文嘛，因为主日学的时阵，主日学老师问问题对无？小朋友，谁？这个答案是谁？拢通常回答什么？耶稣。那毋是回答耶稣，就回答保罗，对吧？所以真好，大家有在看经文。这个好人就和咱即阵基督徒共款，是已经见证耶稣已经过活基督徒。另外一阵人就是议会中间的人，以及负责讲话的大祭司，因和速度两阵人是安那是对抗的，所以咱就感觉因是歹人。上帝一定会啥？甲审判，甲拍尻川。这个人吼一定袂上天堂，袂上天堂。咱常常拢会安尼，咱伫生活中间就会做包大人，对无？看到圣经节就讲，即阵人是好人，即阵人是歹人。咱望咱大家用会咱亲像包大人共款，包大人安那？开封有个包青天，后一句啥？哦，铁面无私辨忠奸，对无？拢会咱看到讲，啥物人是好人，啥物人是歹人，而且铁面无私。然后一句开闸的时阵，大家就知影，恶人会失去性命。咱其实嘛共款，咱莫想讲咱无遐歹啦，啥物时阵就要开闸。总是咱看到现代社会事件的时阵，咱嘛望，迄在看小女生的猥亵影片迄个人吼，会安那？咱就讲，迄人是歹人，死刑。若看到新闻内底讲到有人啉烧酒醉，开车弄死人，咱会安那？咱会足受气。
我无要直接讲死刑的代志，这伤过庞大，我无法度直接讲清楚。总是咱每一个人拢会用家己心内的标准，伫讲一个人是好还是歹。咱定定嘛，尽管是感觉家己是一个好人，敢毋是？迄隔壁迄阿娇姨啊吼，伊逐摆吼，拢安那，拢占政府的地，拢伫门口用花杆仔一个箍起来，安那等因翁赛车转来的时阵，就有位通停车。啊，讲迄阿娇姨啊吼，真自私。咱可能伫教会大汉，我伫教会大汉，我伫固定教会大汉，感谢建成教会黄牧师、黄六点牧师开拓固定教会，所以我伫固定教会大汉。固定教会大汉的时阵吼，教会内底嘛分几若派，你知影无？迄啥物家？迄姓黄的含姓李的两个着。教会内底嘛会安尼。而且伫暗顿的时阵，迄理解一定会讲，迄黄教伫教会大概吼做啥物张老头啊？迄人迄无信用，毋知咱教会有即种代志无？我毋知这莫应哦，莫应哦，无迄知名牧师伫后壁足尴尬。总是我的母会就会安尼，教会内底嘛是搭来搭去，而且讲迄个人是歹人，遐个人是歹人。阮遮的好人袂亲像伊安尼对教会是就开始咧念嘛。咱心中的迄个小剧场，就好亲像今日经文中的大祭司准备来审问遐个歹人。总是遐个歹人，敢真正遐尔啊歹，遐尔啊歹咧？耶稣过活了后，犹太议会的中间的人拢感觉真惊吓，因足惊一件代志：耶稣死。个活有真侪人看到啊！安尼应该有人会传即件代志吧？所以因想要安那将即件代志砍落来，莫互别人听到，莫互真侪人知影即件代志。总是今日经文较头前一寡，使徒伫民间就惊真侪的神机奇事，信徒嘛真同心合意，伫所罗门的。伫迄圣殿遐开始聚会，民众嘛尊重因，毋过毋敢甲因棍话。总是信主的人，佮一记加起，男的女的拢真侪。但是听到民众虽然真惊吓，总是看到啥？看到神机奇事，看到耶稣佮活，信主的人就愈来愈侪。所以大祭司因就。将遮个人、遮个使徒，伊先甲掠起来一解。总是伫迄暗，主的天使就拍迄监牢的门，甲因带出来，对因讲：恁去徛伫圣殿，将这死活命的信息全部合民众来宣讲。所以议会的人，佮要去将因提出来。要来审问的时阵，因就无去啊，走无去。这公会的人就讲：“哎呦，这发生什么代志？害啊！到这时，才有人为圣殿遐冲过来讲：啊，恁伫今年去掠起来遐个人，即马徛伫圣殿伫教示民众，使徒继续伫遐讲道，继续伫遐分享。”耶稣过活的消息，耶稣过活的消息。所以即届大祭司佮派人去掠，恁遮的人哪会遐厉害？恁是七侠五义内底啥专地术吗？哪会佮走出来佮去宣讲这个消息？因足受气。路加讲，迄个被派去掠的人。迄个守卫官还伊个部下去甲使徒带转来，总是因无用暴力，因为惊民众用石头甲因钉。所以当时的当权者、掌权者，就是遐个
大祭司遐议会的人已经知影，这个使徒因得到民心啊，这个民众是含这个使徒徛做伙啊。使徒入去监狱，佮受天使的拯救的这种代志，含福音同款，互迄当时真侪耶路撒冷的人拢已经知影，拢已经知影。这个民众应该是真欢喜，有救主啊！使徒在传一件代志，总是议会内底的人啊呐，伫遐袂爽啊，伫遐袂爽啊！什么人是有权力的人？阮遮有议会的人，哪有权力呢？恁外口哪有一群刁民伫遐要集结？恁是要创啥物？所以今日的经文就是使徒记互大祭司掠过来，因带使徒入来，互因徛伫议会面前，大祭司就甲因审问。一开始，大祭司就提醒使徒：哦，阮有严严禁止恁毋通奉这名教死人。较早大祭司还没讲，你毋通安尼，你毋通安尼阁继续讲啊！总是这个使徒因无顺坦大祭司的话，大祭司继续讲：恁颠倒将这道理传遍耶路撒冷。大祭司讲这个人，这个使徒将抬这个人的罪放伫因的头壳顶。因讲，这大祭司因讲，想要将老这个人的罪的责任归互阮。大祭司敢有讲耶稣的名？无呢？为什么？看伊袂起嘛？看伊袂起，迄个人，迄个人。迄个顶，互阮顶伫司机架顶，迄个人连名拢袂要甲伊讲。恁敢有看到其中即两群人，因想法顶悬的无共？彼得和正使徒一直讲到即个话，是要传即个好的消息，即个大好的消息，总是伫遐个大祭司还是撒都该人因的耳孔内底听到的是啥？恁一直咧讲伊个我，是咧讲我家己杀互死是无？是讲我将伊判死刑，所以我家己杀互死。恁是咧讲我会毋对嘛？总是对犹太人，还是讲对这大祭司来看，伊迄人就是犯罪啊，耶稣就是犯罪啊！我将伊杀死，敢毋对？照阮的规定，伊就是爱互杀死啊！所以因并无法律上会毋对，所以这两群人的想法是完全无共款的。总是对这个杀死犹太人的、杀死耶稣的人，稳定的门敢关起来啊！因将耶稣杀死，因就无法度进入上帝国吗？这个犹太人，这个大祭司，就应该永远做歹人嘛？若是稳定的门，就安尼关起来了，咱的想法就和希特勒同款，就和德国迄个喙手的同款。伊为虾米杀犹太人？因为讲犹太人就是杀死耶稣的凶手。安尼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稳定，是毋是就完全无效啊？安尼耶稣的死就了去啊！敢会记得我对咱一开始讲到的时阵问大家问题：咱是毋是定定伫生活中间会讲身躯边一寡朋友，还是咱厝边阿娇姨啊，自私啦？咱是毋是讲到？我是毋是讲到？我较早我的母会教会内底会分做2群人、3群人、4群人，拢讲别人干哪？拢讲别人缺格，拢讲别人无效，迄对教会无忠心，定定拢会安尼讲。总是阮敢毋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吗？耶稣基督的救赎，敢无帮助阮吗？咱会看彼得
要安怎来回答？彼得讲：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彼得讲：我出来讲话，我出来传讲耶稣，我一直出来，互你掠，我搁出来，一直掠，我搁出来，是为着顺探上帝的话。我无要顺探你，你要杀、要关、要甲我凌辱，拢无要紧。我爱顺探上帝。再来，伊继续讲：恁甲伊钉十字架，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伊无要含遐大祭司讲啊，无啦，你钉死耶稣，毋是因为你的毋对啦，也是因为法律着安尼规定啊，所以你着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你无罪啦，你无要紧啦。彼得讲安尼讲，彼得无安尼讲，伊讲耶稣就是恁钉死的，就是你钉死的。总是即个耶稣。是上帝要高举坐伫伊正手边迄位，是要做君王、做救主的耶稣。恁将因杀死，就是违背恁所敬拜的上帝。总是咱祖先的上帝有互伊个活。即个上帝已经互伊个活，是彼得上要强调的。是咱祖先的上帝，咱祖先的上帝，互伊个活。即句话真特别咯，伊毋是讲阮祖先的上帝，是咱祖先的上帝。咱是包括伫听的人的无？咱有包括恁无？着你甲我着无？彼得毋是讲。阮遮的祖先的上帝将耶稣个活，是含大祭司讲，是咱祖先的上帝，互伊个活。安尼因是两阵人，还是一阵人？因是一阵人。彼得毋是讲恁犹太人、恁文士、恁撒都该人，是讲咱祖先的上帝。这互以色列人因为耶稣的个活。是有机会会当反悔，会当悔改，领受救恩。钉耶稣伫十字架顶的人，毋是排除伫救恩以外。彼得的宣言开了一个门，互因嘛有机会入来这个大门。伫台下顶的大祭司啊，救恩的门也是为恁来开的，是咱的上帝互伊个活，伊就是咱。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彼得只是在传福音，法定顶悬所有人在传讲福音。耶稣基督是咱的上帝，这个耶稣，上帝高举伊坐伫伊家己的正边做领袖，做救主。这个描写对耶稣的描写。含刷落来《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对摩西的描写非常的相共。伊的意思是讲，耶稣已经代替了摩西，做以色列人得救的中保。虽然《使徒行传》中间这救恩的主题是不断来出现的，总是今日这段经文是福音书以外。头一届用救主来描写耶稣，救主耶稣个活的这个事件，去互许多世界来传讲，毋是因为要将这个甲伊钉十字架顶的证人来定因的罪，是要互以色列人有机会来悔改，罪嘛会当得到赦免。上帝将悔改的心。赐予每一个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伊以外，咱无其他的出路。亲爱的姊妹，台顶的祭司长甲议会所有人，对彼得因来讲，毋是外人，毋是其他的人，毋是外口的人，是家己人。彼得领受了福音。见证福音，
所以世界来传讲这不得不信的消息。伊真努力要台下顶遐个歹人来传讲，耶稣嘛是为着恁来死，伊也因为咱的上帝的心意来已经过活。今日经文中间的故事，毋是真遥远的故事，毋是圣经内底的故事尔定，也发生伫咱众兄弟姊妹基督徒的身躯顶的故事。伫教会内底，大家会将无共款意见的兄弟姊妹当作因呐，因伫教会中间吼，就是安那。因无替教会伫想啦，我倒伫教会伫想，阮倒伫教会伫想。总是恁看圣经中间，彼得、使徒和议会中间祭司长30多个人，彼得无讲即款话。彼得徛伫个头前是讲，咱的上帝已经互耶稣过活。咱伫教会中间一句一句伫讲因呐，是伫将咱这基督的群体见证耶稣已经过活的群体，拆做一个无共款的群体的人。这真拍算，真可惜。安尼咱这基督徒，就互耶稣顶礼拜死过活，已经拍算去啊！无彩伊的死过活。对别人是安尼，咱对家己嘛是安尼。咱定定讲家己的歹，讲家己的无好。若是较年长的兄弟姊妹，你敢会定定讲一句话？我老啊，无路用啊！你若是搁讲一句话的时阵，咱是咧讲家己的歹，家己的无好。咱无值得上帝的听。咱无值得咱的囝儿孙、教会其他兄弟姊妹会听。哎呀，等咱安尼讲的时阵，嘛拍算啊！伫上帝恩典的中间，咱毋是遐尼差的人啊，咱毋是遐尼歹的人。若是你是较年轻的兄弟姊妹，还是讲恁兜有大学生的兄弟姊妹，恁定定会听因伫讲。因家己生活伫即个世界，即个处境，即个时代，是真无奈的时代。因可能毕业了后，其实因面对真大社会的挑战。我真侪学生伫我伫大学服侍，我真侪学生因寒暑假的时阵爱去实习，为虾米？爱互因以后履历较水咧，才有机会摕到好的工作。而且即摆出去工作，薪水恁敢知影差不多偌济？3万通块、4万块左右。台北厝税啊，偌济？台北厝税你爱住较好诶，就要1万通块啊。可能佫是夜房尔定。因出去食头路，差不多要一半诶薪水就无去啊。因要安那来生活？因对因的未来是真无望的。因定定向我讲，因对人生感觉真渺茫啦，毋知要安那。因会感觉压力真大，因会感觉伫因生活的中间是无得到听的。这种状况，互阮遮会做辅导的。很无力，总是嘛感觉真艰苦。我会向伊分享，咱会当想办法，但是毋通感觉家己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毋通想讲家己未来无希望，所以即马你就是一个无应该得到听的人。莫袂记你基督的恩典，莫袂记你基督的恩典。这不得不信的消息。互彼得伫遐世界伫传的消息，已经拯救着每一个
信伊的人。停止安尼做，莫阁讲因，莫阁讲我无路用，我无效，莫阁苦毒家己啊！这个好的消息已经拯救着咱。总是今日新闻中间，这祭司长、这撒都该人，因的反应是安那？今日经文所来讲到，聚会议员听到这个话，非常受气，爱要杀因。彼得即届的传福音是失败的，遐个人无接受这好的福音。总是这毋是上帝想要看见的。上帝伫这个聚会中间，内底有放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加马勒，伊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律法教师。虽然所有人讲要甲伊杀死，总是伊用伊的方法保全了许多的性命。这是福音伫中间，上帝有放一个人伫中间，保全彼得的性命。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邀请你身边的兄弟姊妹，你家看者好无？唔通干那看你的兄弟姊妹，嘛爱看别人的。我看可能有迄翁仔某安对象，好佳在无浸落，无爱挡袂掉。看你身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还有一寡想法无好，无共款。你可能还没伫教会内底有过节，我唔知啦，过节过复活节啦，我讲的过节是安尼。咱可能有无款的想法，总是你即马含伊做伙坐伫遮礼拜，咱的上帝已经互耶稣个我，家己嘛鼓励家己。你若是感觉家己是真无好的人。我这也无好，迄也无好，唱歌也歹听，啥物也歹啊！我伫厝内底，地位有够低，家己鼓励者，上帝恩典，耶稣基督搁我的救赎，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基督的恩典，迄个不得不信的消息，搁我的消息，已经拯救咱每一个人，做回来基督。主上帝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看到身边的兄弟姊妹知影，阮是一个群体，是属于你的群体。我会当伫无共款的想法中间，还佫知影你是拯救阮的救主，咱的上帝已经互你个我，帮助阮每一个人，嘛帮助阮家己，莫阁看家己做无好，莫看家己做无价值的人。我每一个人伫你的恩典，搁我的拯救中间，已经得到你的救赎。求你这不得不信的搁我的消息，帮助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得到徛在，会当帮助阮掠掉你的恩典。祈祷靠主的名，阿门。回应诗信诗第124首，上帝囝儿就来吟诗。信诗第124首，上帝囝儿就来吟诗。请起立。
请坐。只是请备办生来奉献，请属下的同工。会将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第一点，当我面对世俗的扰乱甲攻击，愿主赐阮信心、勇气，学主的款式，活出真理，传扬福音。第二点，为着阮的教会集体。有卢雪英、李碧莲、刘淑珍、沈淑慧、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之坚、林以诺、赖清光、陈秀荣、汪林静秀、许章美、郭仁吉、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及林子爱。第三点，为着即礼拜，阮的教会社青团契因会退休会会平安圆满，互因伫即马弯巧的世代当中坚定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第四点，为着台湾政党会当以智慧甲远见引带台湾，为缅甸地动后煞来医疗赈灾物资会当顺利到位，请同心压头来祈祷。
主啊，当阮伫世俗了乱、攻击的中间，求你赐予阮有坚定的信心甲勇气，亲像主耶稣伫生活当中活出真理、传扬福音，时常倚靠上帝的话，伫阮的性命，伫阮身边的人，诚做光甲阳。主啊，阮将众兄弟姊妹身躯甲心灵交伫你的手中。主啊，恁亲知阮所有人的需要，无论伫病痛、生活困难，也是心灵忧伤的时阵，求主亲自医治安慰阮，互阮心内有平安，有主的同在甲帮助。主啊，为着社青团契第一摆举行两天的退休会，阮感谢你。过去这段时间，你赐予阮教会有这个机会通服侍，有一寡阁无熟悉你的社会青年，将福音传予阮身边的朋友。愿主保守伊的行程平安顺利，嘛透过这退休会，互因会当甲主耶稣。甲所有参加的兄弟姊妹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更较明白你、经历你的奇妙恩典。主啊，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主赐予阮政治领袖有智慧，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乃是追求公义甲真理，互这片土地会当得到平安。主啊，我恳求你怜悯缅甸，伫地动灾后，所有医疗救援物资都会当迅速到位，互受苦的人民早一日得到帮助甲安慰。这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对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抵带阮离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元人、人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中会所定大专学生中心事工奉献主日。伫遮代表教会感谢王伯贤传道的分享，请大家敲鼓手。感谢。第二点，总会教育委员会伫5月3号拜六上午9点，伫暨南教会举办主里奥教材的研习，请主里奥老师也是对主里奥教育有负担兄弟会当校长刘友豪报名，费用对教会来补助。第三点，3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刊伫公布啦，请家己来看。团契消息，阮拄仔有报告到，就是社青团契退休会地点是宜兰啊，义节牧师对因前往啊，请大家为着因的行程继续关心带到。具体消息一点，这是大好消息啊，所以逐礼拜都爱讲一摆吼。5月24号拜六下晡2点半，阮真欢喜阮牧师的查某囝林子瑜执事以及黄义守先生要结婚的感恩礼拜。礼拜了后，伫1楼有准备点心，为着新人的方便安排迄座位甲茶点的数量，所以请大家有要参加的，请到1楼柜台登记。奉献的名册若是有错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以上。今仔日阮无要承认，所以咱就要直接用车欠诗吼。好，咱即摆做伙来
赢信息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赢第3集就好。因时煞请无事就倒，会众请起立。有你定心做阮心事，情意无念无调味，互阮看你记我救阮，完全归来亲近，互阮应当讨在应当。那你身边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好朋友，会当将你的手牵起来，咱做伙来祈祷，彼此祝福。永远的上帝，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的出发点，甲天顶的目的地，也陪伴阮今仔日的旅程。求你用你的手来参与阮的创造，嘛用阮的手来参与伫你的创造的中间，用阮的人生来带予身躯边的人，你赐予这个世界的新生命。祈祷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袂倒避讳。